焗烤節瓜沙拉、節瓜、番茄、馬蘇里拉奶酪、洋蔥、橄欖油、鹽、黑胡椒適量、意大利綜合香料、大蒜羅勒葉適量。將節瓜洗淨，切成約1厘米厚嘅圓片。番茄洗淨也切成薄片。大蒜切末。馬蘇里拉奶酪切成小塊或刨成絲。鍋中倒入橄欖油，中火加熱，放入洋蔥絲炒軟，接着加入酵末炒出香味，將節瓜片放入鍋中，兩面煎至微微金黃，期間加入適量嘅鹽、黑胡椒和意大利綜合香料調味。電熱後盛出備用。在一個烤盤喺底部擦上一層橄欖油，先鋪一層節瓜片，接着鋪一層番茄片，再貼上一些炒好嘅洋蔥同埋蒜末，重複此步驟直到食材用完。喺組裝好嘅節瓜同埋番茄上均勻地炒上馬蘇里拉奶酪，將烤盤放入預熱到200度嘅烤箱中烤15到20分鐘，直到奶酪融化並呈現出金黃色。焗烤完成之後，取出烤盤，撒上新鮮嘅羅勒葉作為裝飾。大家記得點讚同埋關注我哋。